过来消息哦，咱来看官司已经拍48档的台中太平区环仔路庄的土地所有权的纠纷，地主是要求讲爱拆除兄弟，官司已经拍赢，也毋过伫今年4月自号嘛发起抗争，台中地方法院本地今仔要去现场勘查来进行拆除的准备，嘛因为自号抗议哦行动点，自救会是呼吁讲司法应该重新来调查，嘛强调讲因会继续来守护因的家园。 拒绝离开，拒绝离开。居民就徛伫家门头前画口号，为人是情绪激动，去更加舒坦，表达捍卫家园的决心。住宅啦，也算祖先，而且说是从以前都住在这边了。趁食人无厝好住啦，无钱啦，好买厝，因硬要来甲拆，敢有合理？ 台中太平环仔路庄土地所权争议未解，今年4月，要有一届强烈的抗争。10月23，台中地院的事务官嘛来到现场，实际来牛确认要拆的厝舍地点。不过自救会认为，法律定书阁有争议，不应该伫即马代志也未处理完毕之前，就来进行拆除的定书。司法可以还给我们一个公道，所以我们做这个动作是告诉他们说，在很多事情还没厘清之前，希望你们不要再 往前做这个违反的动作。自救会表示，居民甲地主有10件官司，目前有7件败诉，阁有4件也在走，会继续透过司法来争取权益。不过地主透过律师表示，摕到土地定书一切合法，而且有予在地4年时间来处理，主张家己是有权收回土地。他这些房子坐落在这个地方已经至少60年了，这60年来，这土地不是他们的，这也是事实。那这些 他们60多年，他没有付过地价税，也没缴过任何的租金给地主。今日现场的民众是继续咧抗争，台中地院为着避免引起冲突，已经暂停确认拆除牛舍的工课。不过居民表示，因绝对袂退让，会透过司法来保卫家己的家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